我喜欢自己带便当最快乐，因为我的肚子饿，正在第三节下课。有时候妈妈送便当到学校，同学总爱嘲笑妈妈身材不是很苗条。我希望自己考试的成绩好，这样不用再找任何老师来辅导。有时候爸爸被邀请到学校，同学总爱嘲笑爸爸比他阿公还要老。我不要爸爸妈妈到学校来，因为我会尴尬。亲爱的爸爸妈妈，你别过来，我是不是个坏小孩？我想要自己每天都很帅气，每个同学每个老师看到我都笑嘻嘻。我没有叛逆，你们别紧张兮兮，你们爱的乖小孩放学就会回到家里。我不要爸爸妈妈到学校来，因为我会尴尬。亲爱的爸爸妈妈，你别过来哦，我是不是个乖小孩？我想要自己每天都很帅气，每个同学每个老师看到我都笑嘻嘻。我没有叛逆，你们别紧张兮兮，你们爱的乖小孩有时也想做回他自己。